好，各位香港街坊，大家好，又係我暢遊假期老闆娘蘇太。今日同大家推介一條超抵玩嘅東莞循環2日團。想食好嘢、影靚相、睇古色古香打卡點嘅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今次嘅行程安排咁多餐，每位只需要139蚊，真係超值啊！第一日我哋由深圳集合前往東莞。中午安排咗8款素食自助餐，任食。下午去非遺老字豆漿廠作坊，可以試飲當地嘅糖水，跟住入住東莞8號公館同級嘅酒店。晚上行下網紅西溪古村、小洪崖洞，夜景影相超靚啊！第二日早餐後前往東莞8景之首奇峰公園，拜下千年觀音古廟。我哋嘅重頭戲就係中午安排順德私房菜，非常值得一試啊！最後行下本地人推介嘅細川市場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依家我哋暢遊公司限時優惠，喺7日之內連做2個指定線路嘅團，第2個團每位直減20蚊。我哋呢條線路一家大細都啱玩嘅，快啲用埋屋企人齊嚟報名啦！我哋嘅諮詢電話同埋 WhatsApp 都係69546128，記得關注我哋嘅視頻號，繼續會有笋嘢分享俾大家嘅。最後尾祝大家暢遊無憂，得閒齊玩，多謝大家。